2012地震，河台南南西玉井等所在受损严重。虽然市府第一时间全力投入灾民安置甲厝体鉴定，不过因为后续围楼的拆除重建甲修护补助等相关补助金，拢是比较2006地震的标准。毛议会国民党团这成员拢出席替灾民发声，强调咱2006的情况要12亿，要求补助一定要提高，唔通即时各甲灾民定计较。现在我们的上款还有12亿多，那我想不能再以0206的补助方式来做补助，整个物价、整个建筑的那个成本都提升啊。面对天灾地变，各个中央来看灾以后，却无任何实际补助，党团嘛不满，表达遗憾。你总统不爱走，我们国民党台南市党团来走，为什么台南市党团来走？我们来帮忙募款，你不会觉得这种政府还要人民支持他吗？灾区变成这样子，变成政府不帮忙。行政院长来这行行的，国民在行行的，看的，作秀。没有任何意向的有贡献的，都可以行行。你起码是要当行政院啊？给那个教育部的部分，给那个学校的部分，核定2000万。秘书长会长答应围楼重建修复经验，敢会提高，将交予重大灾害专户委员会讨论，依照实际红黄单的估计来检讨。对此，蓝营表示，政府做袂到的，因会斗无看，并且伫25号下晡送向前吉祥的碗粿到灾区，提高补助金额，落实送爱到灾区。台湾新闻，阮吉采访报道。